喺加拿大多倫多，地產經紀呢一行表面上望落去非常光鮮亮麗，出入揸名車，住豪宅，全身上下都係名牌，個人頭像印滿各大報紙同街頭廣告牌。但係你有冇諗過呢種高調嘅成功背後可能隱藏住致命嘅危機？2024年8月，加拿大多倫多爆發咗一單震驚全球嘅華裔女地產經紀消失案。恐怖嘅唔止係手段，而係呢單案由開始到結尾，竟然係同13年前另一單金牌男地產經紀被水泥封屍嘅案件非常類似。唔通真係有人會留意住啲金牌地產經紀？歡迎嚟到加仙奴，我係阿嘉，大家好。我哋先將時間拉返去2024年8月9號朝早，56歲嘅華裔金牌女地產經紀梅玉英 Anita 妹喺多倫多華人圈名氣非常大，佢專攻豪宅同大額商業土地買賣。個人廣告頭像隨處可以見到。嗰日 Anita 收咗個電話，話約出去。對方聲稱佢對多倫多北面 Stouffville 嘅一個農地買賣好有興趣。對於經紀嚟講，呢種大額土地買賣佣金隨時高達幾十萬。Anita 降低咗防備，隻身赴約。喺朝早大約11點，佢同屋企人通咗最後一次電話，話自己要去跟進呢一單農地買賣。當時佢語氣平靜，完全唔知道自己已經踏入咗一個死亡陷阱。幾個鐘頭之後，屋企人嘗試打電話俾佢，但係打極都打唔通。屋企人好擔心，最後決定報警。警方嘅行動都好快，因為冇幾耐，佢哋就喺士嘉堡一個露天停車場揾到 Anita 嗰架價值過8萬嘅白色平治 SUV。架車完好無缺，但係車裏面空無一人。3日之後，8月12號，喺距離多倫多足足200公里外嘅偏遠荒野400號公路旁，有居民報案發現焦屍。驗屍官經過 DNA 比對，殘忍地證實呢一具被惡意焚燒到焦黑、無法辨認嘅殘骸，正正就係 Anita。到底係邊個咁狠毒、咁殘忍？警方好快就鎖定咗一個47歲嘅萬錦市華裔男子，佢叫胡志雄 Marco Hu。佢就係當日約 Anita 出去睇農地嘅客人。但係當兇殺組探員帶齊人馬準備去拉人嘅時候，先至發覺遲咗一步。睇返出入境記錄顯示，就喺 Anita 燒焦屍體被發現嘅同一日，主謀胡志雄已經快一步上咗飛機，閃電潛逃返香港。警方隨後喺多倫多本地陸續拉咗6名共犯。呢班人全部都係19到24歲，甚至仲有未成年嘅少年僱傭兵。佢哋喺 Anita 死咗之後，瘋狂碌佢嘅信用卡，嚟到轉移警方嘅視線。一單涉及巨額土地買賣、主謀跨國潛逃、本地後生仔幫手嘅殘忍謀殺案，一時間轟動全加拿大。但係當警方將案情細節一件一件抽絲剝繭拼湊返出嚟嘅時候，資深嘅警員覺得呢一單案有一種似曾相識嘅感覺。時間拉返去2011年，當年44歲嘅韓建國 Tony Heng 係多倫多豪宅市場當之無愧嘅一個。作風同樣非常高調。喺1月18日夜晚，即係當年案發前一日， Tony 同一個叫吳國偉嘅客人共進晚餐。
商討購買位於 Mississauga 嘅一間豪宅。第二日，即係1月19號，Tony 就約咗業主喺呢間豪宅裏邊同吳國偉一齊見面，同時會簽署吳國偉會用238萬加幣去買呢一棟豪宅嘅合約。其實所謂嘅買賣簽約都只係一個圈套。吳國偉係想用呢一個機會將 Tony 同埋富商一網打盡。匪徒一早就已經租定一架大車，車入面埋伏咗5個無面幫兇，守候喺豪宅門外邊，準備隨時動手。當屋裏面3個人將車房門打開，嗰架大車即刻駛入車房，拎住手槍、警棍同錘仔嘅匪徒們蜂擁而出，好快就制服咗嚇到傻嘅 Tony 同埋業主2個，將佢哋2個反綁起嚟，再蒙住佢哋雙眼，推佢哋入咗呢架大車入邊，然後駛到去萬錦市一間住宅度。到咗之後，佢哋2個就被鎖咗喺未經裝修嘅 basement 裏邊，所有窗口全部用嘢封住，暗無天日。之後連續嘅7日，喺吳國偉向佢哋屋企人索取250萬加幣贖金嘅同時，2個受害者一直都係蒙住雙眼，分別用鐵鏈鎖住喺2張休閒嘅斜挨凳上邊。吳國偉更安排手下輪流睇住佢哋。其實 Tony 佢係好擔心，即使屋企人交咗贖金，佢哋會唔會心狠手辣撕票？所以當 Tony 每次見到吳國偉都會問，係唔係俾咗贖金就可以饒佢一命？後來匪徒知道佢哋嘅屋企人已經將大約33萬加幣電匯到吳國偉喺中國開設嘅一個銀行賬戶度，吳國偉佢哋開心到歡呼起嚟。2011年1月26號嘅中午時候，Tony 同匪徒講要去廁所，因為 basement 冇廁所。其中一個匪徒用咗差唔多7分鐘，先將手腳都被鐵鏈鎖住嘅 Tony 拖到上1樓。萬萬諗唔到，啱啱去到1樓，Tony 就好似心臟病發作，匪徒即刻俾佢瞓喺地下上面，試圖俾水去飲，但係 Tony 全部肌肉僵硬起嚟，隨即冇晒反應。匪徒見到呢個畫面，即刻嘗試幫佢做心肺復甦法。喺45分鐘之後，吳國偉趕到，但 Tony 已經氣絕身亡。吳國偉即刻講俾當時仲鎖住喺 basement 嘅富商知，要佢做證人，證明 Tony 死嘅時候佢唔喺現場。富商擔心吳國偉班人會對佢落毒手，佢同吳國偉講，如果佢都死咗，將來就冇辦法可以幫佢做證，而且富商亦都應承會繼續支付贖金。最後吳國偉收齊贖金就放咗富商。之後吳國偉佢哋將 basement 地下嘅水泥地撬開，將 Tony 嘅屍體放喺大型嘅垃圾袋入邊，然後埋咗入去，再求其補返塊地。吳國偉跟住好快就潛逃返中國大陸。大家聽完係咪覺得好心寒？13年嘅時間差別，2單案都有幾個巧合點。受害者頂級華裔經紀作風同樣高調，利誘用大額豪宅預約農地買賣，將經紀約去偏僻或者空置嘅單位。逃跑主謀案發後立刻買機票跨國潛逃返亞洲，利用法律空窗期避開加拿大警方。點解華裔地產經紀會頻頻成為呢一類案件嘅受害者？最根本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職業嘅2個致命漏洞。第一，絕對公開嘅活生生目標。經紀為咗做生意，必須將自己嘅相片、聯絡方法、揸咩車，甚至做過幾多千萬嘅生意、賺幾多佣金，全部登喺廣告入邊。
喺犯罪分子眼入面，呢一個根本就係一份自動送上門嘅儀式名單。第二，無法求救嘅密室空間。經紀嘅工作性質要求佢哋必須帶陌生客戶進入去空置嘅單位、偏僻嘅農地。一旦大門閂埋或者行入荒蕪地方，嗰度就變成一個與世隔絕嘅犯罪現場。受害者為咗促成大生意，往往會隻身赴約，防備心降到最低點。13年前Tony案嘅主謀吳國偉雖然潛逃返咗中國，但最終法網難逃，被中國公安拘捕並判處重刑。而13年後 Anita 案嘅主謀胡志雄，呢一刻佢依然係被加拿大警方列為全國通緝犯之首，據聞佢仍然匿藏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。雖然本地嗰6名年輕共犯已經落網等待審判，但 Anita 嘅生命已經冇辦法挽回。兩單慘劇用血一樣嘅教訓話俾我哋聽，喺財富同光鮮嘅背後，往往凝視住無底嘅深淵。希望 Anita 案嘅主謀胡志雄好快就步吳國偉嘅後塵，快速落網，令 Anita 可以早日安息。請幫忙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， 記得撳埋旁邊個鐘仔，新片一出，大家就會收到通知㗎喇。多謝晒。